文化部对今年开始，互这文化成年礼金，也就是文化币常态化，16岁到22岁的少年家拢会当领。本来是要鼓励学生接触艺文，所以有传出讲有人把这文化币摕去买化妆品、做增加等等的行为。文化部已经发现讲业者违规，或者是买卖文化币，针对这块违规，拢会依上法办。休困时去文创园区踅街消费，是未少民众休闲的活动之一。文化部为着鼓励青少年尽量参与艺文的活动，推广文创产业。今年开始，予文化成年礼金，也就是文化币常态化，提供予16岁至22岁的少年人使用。我们就是会去看一些展览这样子。我自己是拿来看展览或看表演，多少都有，但要看就是目前的客群。现在是暑假的话，学生还蛮多的，所以是有帮助的。那如果平常的话，文创园区这边就是松烟这边倒还好，因为这边比较以外国观光客为主。甲民众探问，不少人会把文化币摕来看展览、看演唱会、买册、买文具等等的物件。不过，伫社群平台，却看到有人把文化币摕来买化妆品、甲保养品，才会甲艺文活动无虾米关系的物件，甚至也有人收来转卖。这个行为是引起大家讨论。应该没有限制说一定要看展览或是演唱会或买书什么，我觉得只要有收应该都可以。他可能就是希望这一个年纪的青少年可以多多去接触，比如说展览，想要买其他东西。那我觉得政府如果有看到这一点，那就直接发钱之类的就好，也没必要说要再创一个名字叫文化币。文化部发声明讲，文化币会当摕来看艺文的展览甲表演。看国产电影、甲买册等等各种的艺文活动，不过禁止摕来买化妆品、做增加，或者是转卖，甚至是当现金等等。目前查到几啊间违规的店头，套用符合规定的收款代码，或者是接受民众换现金，已经有停止下用的资格。另外嘛，查到有民众收来转卖等等的情形，会通知民众重新认证，而且联络社群平台，把相关的内容删除。文化部嘛提醒，转卖除了会失去文化体验的经验以外，个资嘛会流出去，而且个资若是去用滥散使用，原本的好意就拍算去啊。记者综合报道。